主后2023年6月初4，沙利教会主日礼拜。内省咱来听读圣经《撒母耳记》上卷20章30节到34节。扫罗对约拿单发圣地，甲伊讲：你即个不忠悖逆的查某人生的囝，我着知你徛伫亚西的囝迄边，家己取凌辱，搁互你的老母受着痛体的见效。亚西的囝若活地，你甲你的王权一定袂稳固。等着派人去甲掠来我遮，伊一定着死。约拿单应讲：伊是安怎着死？伊有做甚物毋对？扫罗举枪射约拿单，要甲伊插死。约拿单就知伊老爸决心要杀大毕。约拿单真受气，对座位徛起来，初二迄日拢无食甚物。伊为着大毕心艰苦，因为伊的老爸侮辱大毕。扫罗、大毕、约拿单，弟兄兄弟大家平安。当一个人身份地位、权位若大诶时，伊诶代志就会变成做家庭诶代志，甲身躯边诶人诶代志。对着地位甲权位愈大，甚至伊诶代志变成做国家还是国际社会诶代志，影响诶范围甲层面就会哪扩哪大。就好亲像是风台还是加利亚风，起初也只是真微细诶风，毋过伫拄好一连串环境诶条件相配合，慢慢就会哪甲哪大，形成风暴，落尾成做极大有破坏力诶灾害还是灾难。咱若看电视剧还是电影诶故事，无论古装还是现代，有袂少也是咧描写人甲家庭，甚至是国家社会诶故事。这也甲做风台、加利亚风形成诶原理以及过程诚类似。伫今仔日咱要看圣经诶范围是撒母耳上卷19章到20章，也甲头拄则所讲诶诚相像。大毕伊做扫罗诶囝婿，大毕甲扫罗诶囝约拿单两人是生死至好至交，总是扫罗一心一意要谋杀大毕，要取伊诶性命。这通讲是一个家庭爱恨恩怨，毋过嘛诚侪是扫罗伊诶王朝甲以色列国内情诶风台甲加利亚风，也哪教哪大哪激烈，诚做伫圣经中间上界长诶一段故事。大先咱来看分段，第一小段是扫罗下令要杀大毕，19章第1节到第10节。撒母耳记上卷19章到20章，故事诶内容，当咱咧读，也会发现讲伊有真明显跳来跳去补接诶分页，就好亲像是来自无共款诶故事传统诶资料，甲伊扣做伙斗做一个故事。毋过伊诶内容真一致，也拢讲着扫罗一心一意要除掉大毕。若是扫罗诶囝约拿单全心全力要护救大毕，
要互伊会当安全脱险。遮也讲到大比甲约拿单两人生死至交的情谊非常的稳固，以及因所立的约。话讲，扫罗召开月计的会议，就是逐个月月初有一届的即个会议。伫中间，伊决议要杀死大毕。若是约拿单替大毕讲话求情，扫罗起初答应无要杀大毕，搁互大毕会当倒转来服侍扫罗，也互大毕继续带兵甲非利士人征战。大毕也拢凯旋倒来。毋过后来扫罗搁互邪神侵扰，野抢要继续刺杀大毕，大毕就不得不逃走来保命。第二小段是19章11节到17节，扫罗的查某囝米甲掩护大毕逃亡。大毕伊先逃走，转去伫家己的厝住的所在。伊的厝其实也是伫即个扫罗的王宫，嘛等于是伊的宿舍。伊的某，也就是扫罗的第二千金米甲，就劝大毕若无赶紧趁眠逃命，到过两工检采倒会无命，因为伊住的厝已经互扫罗派兵伫监视，准备天光早仔就要下手掠人，搁杀人。大毕伫逃走了后，米甲将厝内一身差不多人悬的身上甲包抹囥伫面床，假做是大毕。对遮咱嘛看到扫罗伊并无专心伫服侍上帝，厝内还囥大仙的外邦的身上。米甲对伊的老爸扫罗讲白贼，讲大毕强迫伊，若无互伊走，就要甲杀。大毕甲米甲婚姻的故事还佫有后续，后来的故事安怎发展，咱伫以后则佫讲。第三小段是大毕逃亡，大胜去找撒母耳，19章19节到24节。大毕开始逃亡，第一站伊走去当初甲伊抹油，设立伊做王的先知撒母耳遐。年老的撒母耳踮伊的故乡经营先知学校，伊训练一批的先知学生。扫罗接到情报，就派人去到撒母耳的故乡念马的拿约要掠大毕。毋过派出去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的兵，拢互上帝的圣神感动，入神讲话。最后扫罗亲自出马，也入神讲话，无掠着大毕。就留一句话讲，连扫罗嘛伫做先知哦。第四小段是20章全章，这所在主要是咧讲扫罗的囝约拿单怎样帮助大毕逃亡。大毕离开撒母耳，换走来找伊死中兼换帖的结拜兄弟约拿单。约拿单通讲是伊的舅仔。约拿单出面替大毕向扫罗来探话意，这个引起扫罗会大生气，甚至举枪要甲即个约拿单也要杀死。
因为约拿单有用暗号甲大笔约定见面的所在，甲即个方式，表明讲扫罗确实是要刺杀大笔。伫即个故事的中间，大笔甲约拿单也搁再定盟约。这个盟约就是，日后大笔无论约拿单生还是死，大笔拢着好款待约拿单的全家。来到伫大笔做王以后，伊也果然好款待伫约拿单的囝米非波设。20章的内容较长，详细一部分咱家己看，无搁做较幼的分点。大笔甲约拿单伫分开了后，也确立扫罗坚决要杀大笔，大笔也无可能搁倒转去到伫扫罗的身躯边，伊只好走路开始流亡的人生。撒母耳记上卷第19章到20章，对咱有甚物款的教示？第一，讲到家庭的关系，家庭应该是爱建立伫相疼，毋是利害。扫罗王伊经营家庭亲子的关系，通讲是非常的失败。因为无论伊对家己的囝，还是查某囝，拢只不过甲因当作是财产，甲要达成某种利益的工具若定。譬如讲，起初扫罗伫甲非利士人的对战的中间，伊讲，若有人甲歌利亚拍死，伊就要甲查某囝嫁伊，互伊做伊的囝婿。伊甲伊的查某囝当作袂输是比母招亲的礼物，还是一个奖品。毋过，扫罗伊也无信守承诺，伊并无甲大汉查某囝嫁互大笔，反倒转伫婚期要结婚的时，煞甲这个查某囝嫁互另外一个人。搁当扫罗知影伊的细汉查某囝米甲真介意大笔，伊也利用即个代志，想要借着非利士人的手来除掉大笔。总是大笔也无因为安尼来失了性命。伊要求大笔若要娶伊的查某囝，就爱杀死100个非利士人的战士，做聘礼。结果大笔用杀死200个非利士人的战士来做聘礼。毋管怎样，扫罗就是执意要诛灭大笔，也毋管大笔是伊的囝婿。伊也毋管伊的查某囝的婚姻甲家庭、人生幸福的代志。另外，扫罗知影伊的囝约拿单一直伫替大笔讲话求情，竟然伫王府月例会，高级官员在场的场合，用粗鲁话来骂家己的囝约拿单，搁气甲连家己的囝也举枪要甲杀。当然，扫罗的精神咱知影有破病，也毋是一般人，所以心理也无正常。毋过，扫罗伫精神较拄好的中间，伊做一个老爸，伊嘛无真心疼家己的囝儿查某囝，伊无关心伫伊的囝查某囝。敢若甲因看做是伊的财产，甲利用的工具，这实在是真不可取，也真毋值。这个也值得咱做
一面镜。第二，咧讲到着真情食水甜，也是讲着爱有彼此相疼。俗语咧讲生意食水甜吼，咱看到大笔甲约拿单的友谊，甚至超越男女之间的爱情，有人咧怀疑因两人的关系是同性恋还是双性恋。其实这毋是同性恋，也毋是双性恋，即个是咧讲着比爱情以及一般的友情搁较甘甜的超越的疼，较接近最后所为着咱牺牲死伫十字架顶超越的疼。咱看到约拿单伊一熟悉大笔，就甲伊结交，将家己上宝贵的剑甲武器拢送互大笔，表示伊看大笔比兄弟搁较亲，袂输是咧疼惜家己的性命。圣经也几啊届拢讲到着约拿单疼大笔，就好亲像是咧疼家己的性命。约拿单为着大笔，甚至互老爸去甲强要甲伊杀死。约拿单甲大笔之间也定一个相当要紧的约，伫20章12、19、16节，也就是约拿单保证大笔袂受到扫罗的加害，总是大笔也着爱照上主的旨爱，好款待约拿单甲伊的家。伫接续会去讲到着约拿单战死伫甲非利士人征战的山场，毋过大笔伊有信守伊甲约拿单生前的誓约，就好款待伫伊的囝米非波设。最后所伫约翰福音15章12、19、14节讲，亲像我有疼恁，恁着相疼，这是我的命令。人为着朋友牺牲性命，无比即个较大的疼。恁若遵守我的命令，就是我的朋友。伫这世间减有真情，减菜咱的怀疑，毋过咱对大笔甲约拿单的疼，还是最后所对咱的疼，甲主对咱讲咱着彼此相疼的命令，较实实知影关系相疼，咱还阁有真大努力甲学习实践的空间。最后伫遮讲到着信靠上帝伊的应允，甲伊有信息不变的疼。圣经中大笔的故事算是真长阁济，会当教咱做人做代志以及信仰学习的功课也不止啊济。其中上主要的就是爱学习信靠上帝伊的应允的确会实现，以及上帝伊有永远不变信实的疼。大笔受撒母耳抹油，预言伊将来会做以色列人的王。毋过这也正做大笔苦难灾难的开始，因为扫罗嫉妒大笔要甲伊害死，要甲伊杀死，甚至天涯海角要甲伊追杀。大笔伊不断逃亡，不断走路，这段时间年日也过了诚久。若是咱可能早就投降放弃，也是掠着什么好机会会当甲扫罗创空，还是反击暗杀，杀死扫罗，敢毋是一切就无代志好了了？
总是代表伊并无安尼想、安尼做，因为代表伊相信上帝、信靠上帝、伊听候上帝，伊清楚上帝应允早晚的确会实现。上帝的信息是可靠的，心愿在于上帝，上帝也的确会亲自出手来报应，所以毋免伊动手。这咱伫以后的故事中间，陆陆续续会阁看到，也就是讲，咱爱学习代笔伊的吞忍听候，甲咱的代志交代互上帝，凡事上帝要替咱做主，咱做伙来祈祷。天顶的上帝，阮感谢你，阮伫今仔日也透过圣经来学习代笔伊的吞忍，也看到代笔甲约拿单两个人的情谊，互阮学习人甲人中间就是爱彼此相疼。伫家庭的关系中共款，阮也是爱建立伫相疼的关系，毋是追求利益甲利害即款的计较甲比较。求主你也看顾帮赞，互阮的人生伫拄着委屈苦难的中间来学习亲像是代笔伊怎样来信靠你，也仰望上帝，你信息不变的听。阮伫你面前献上祈祷，感谢靠耶稣的名，阿免。上帝会行做，包括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就是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愿伫教会甲伫基督耶稣荣光归于到万世，代代无煞，阿免。